准时收看福喜来的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阿群妹我今日安欢喜喏，因为啊，今日啊爱访问嘅人，还个爱访问嘅主题全部就系阿群妹爱亲好嘅哦。阿群妹爱动好食，古时候爱动好煮菜。你生爱嘅人啊，就伫阿群妹是厨娘哦。唔过今日节目当中，唔单唱系有我这个厨娘同大家爱来收接我们的大厨师，系你型男主厨，上到又演到又会煮菜，人又好，又会运动，身材又好，上来佢系马上哦，细细嘅嘅来分享你今日节目第2位来宾，分享超白人阿人家。各位朋友好，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，當叫冇來啦。真嘅係，今日阿人哥來到你節目現場，就愛同大家來小結。哎呀，佢又個出一本書了，阿人哥啊。好簡單哈。係啊，你一冊都有啲嘅出書呢，當認真。當然真啦，我上擺出2本嘅客家菜嘅書，另一本係專門係希望大家來做菜啊。我做嘅因為台灣料理117出。台灣料理117出，哇！古時候啊，也算很用嘅一種料理書，因為頭擺咩出咁多種啊，它應該是算是，因為其實吼，我一拿到嘅時間，我就迫不及待的翻了。跟你希望觀眾朋友看到一本書，佢會用怎麼樣的方式來歸類這本料理書？其實哦，呢本書嘅特別是講，唔會做出來嘅呐，cái地圖啊要教講啊，用乜按落切丁、切絲、切塊幾公分，用乜嚟加油，那下嚟加油，啊用埋菜刀切埋嘅菜，啊一瞬間要介紹啊，啊一般嚟講咧，因出客家料理嘅書就時本時炒啦，哦台灣料理啦，又係咪嘅料理好食嘅啊，嚟介紹本大家。有一些咧有較難得誒。你報名我接收的訊息是講。啊，劉德英講，你做得教到吼，用半煙切啦，剁啊，又係滷啊，又係炒啊，又係煎啊。啊，你一本書最近有介紹講，哦，用半煙開始啊，怎麼樣開始，你才可以把一道菜做到好。你要懂得做菜的一個元素，哦，你才有辦法把菜的精髓給提升出來。真嘅啊，真要愛同各位觀眾朋友分享一下。像阿群妹一開始唔會做菜，因為爸爸媽媽冇嘛嘅幫我落做下，嗰時候我係自己去摸索的。跟有想是你看到那個食譜啊，看到以後就覺得，我應該做得出來。不過實際做下去就是失敗的。做嘛該不會按呢？因為有很多小小的小撇步，我們是沒有注意到的。一定要注意啊！就像剛剛一開始有講到這個刀工的切法，像刀工有分非常多種，像這邊比如說像是切蔬菜類的，切絲啊，切丁啊，切片啊，切片，切塊啊。嘿，韓國沒有下工，比如說切大塊是要做什麼用的？係啦，跟住下油到客家人啲講咩講？因炒蘿蔔錢啊，又係做蘿蔔錢糖啊，用半因切，你這就要介紹啊，我們的芹菜到底切丁多大叫做丁？你要怎麼配？哦，切丁切那個方形3公分，太大。你說蝦鬆，你總不能切塊吧？對不對？你切蝦鬆，你要怎麼樣去做其他的運用？小丁的話，啊，怎麼樣做第2道菜、第3道菜？哦，該養幼。這本書才能夠去比較廣泛去運用。真的，因為像有上生，你看到書講切絲，那絲到底它的長要多長，寬要多寬？它係有一定的規定啊。你講適口狀，馬上有適口。適口。對，適口是，當然以大人的嘴巴為主啦，一口的量叫適口。適合你追的那個一口量的大小，對不對？古時候啊，我看睇以後，我知道有本書是一種。在廚房裡面的百科全書的概念，工具書的感覺，對不對？最入門，你像你要喊音哦，用半音，學你一下基礎因為啊，大概食安問題預後啊，比較會注重去
菜市场去走一走啦，或者是看电视做料理呀，或者是因为百货公司啊、超市里卖的食材，百六啊、立百呀，安子走在哈厨房几家来走，不再是吃泡面。我发现大家都会利用短暂的1天或2天来做个几道菜啊，打打牙祭也好，然后或者是。你就是把它现在很流行啦，就做几道菜 po 在那个社群网络啊，点一下，炫耀一下，嘿，点一下，就叫阿 Q 们爱 Q 用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啊，那当然也是非常多的鼓励，没事都下空闲呐，你讲第讲，你落厨房味道很乜嘅，你去菜市场，你做得看到乜嘅，人家讲的叫吃时令啊，吃当季啊，你要是你做料理的精神一点。高本他家莫讲，你下爱是乜嘅呢？你下而是浪天呢，因为菜头是摸不管法啦，是摸啊，时间唔错，开始唔错嘅时间啦。古时候啊，我就知道看到一本书，除了有料理的手机，还有呀动酱的相片，还有顺风啊，比如讲这个水煮蛋的变化，我就觉得很实用。因为有场时用不会煮，就做不到我想要这个有一点点温泉蛋的感觉，还是我要溏心蛋的感觉，还是讲像我爸爸爱说全熟的卵。真的要煮几多分钟，呀蛋糕全部就下不来。有啦，你一本书差不多有4万人这样死古时候，人家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试，韩国去写，韩国你会拄到的乜嘅问题咩讲？你一本书还唔系专门本因，爱从你啲下辈做出来，还唔会做出来去看啦。你从最简单的煎卵咪好，也系讲因的煮汤啊，那做成都简单，可是咯，你要慢选材。这些材料的选材，还有前置的工作，要做点动重要。有很多小小的小配包，全部就低压蛋糕，全部就有整理，不单只有重点，还有这个小提醒的感觉。像毕炯讲的呀，哈，我同大家请阿郎哥来示范介绍的是我们的菜脯煎卵。cái菜脯煎卵哦，我嚟講，日本人啊最好嚟台灣是乜嘅？哦，是咩菜脯卵啊？就是蔥花蛋。蔥花蛋，煎卵呐，做乜嘅其他就好來台灣生哦？個煎卵哦是動向就像是日本而是嘅豆腐啊，也係生魚片啊，同樣意思。佢來為係咁樣嘅台嘅串湯啊，要見特別當有名嘅，嗰是叫菜脯卵啊，蔥花蛋啊，嗰差唔多300元咯。哇！嗰其實煎卵哦。佢特別係油會多，油會多，韓國黃馬會辣跟大海像炸彈一樣。哇！佢卵就會凍酥又蓬蓬漂亮。佢未有試過，因為冇蛋酥。蛋酥又凍好食。蛋酥沒同樣，它要溫度它180度，它瞬間把它炸成酥酥脆脆，就像什麼。王叉面这样子，王叉面，对。韓國咩做唔得煎太久哦，煎太久又會出火來。該出火來，由韓國調造沒抹水。這個技巧呢，這書上都有在寫。對，像呀菜脯煎卵呐，阿郎哥就同大家愛講，愛先撈呀蘿蔔角啊，愛先撈佢煎一下。有冇愛煎過？我嚟講，因為啊，菜脯韓國鹹菜春天按照醃製。醬缸文化，客家的醬缸文化，該醃製的調酒來講啊，它的風味呢，當然非常的香。第一，你也來浸它，讓醃嘛來去除掉它的鹹味。再過來就是把它擰乾，用乾鍋把它稍微煸香，然後給炒一下，給香氣讓它釋放出來。家下讓它叫暖叫讓它煎。煎出嚟卵啊，唔會太鹹，又會當好食。味道又當香，嘅菜脯嘅味係全部就有到卵底度蔓延出來，這才能把客家的那種醬缸文化、菜脯嘅精神啊帶給出來。
哇，原来係安呢！故說第一波真見搞嘅當到東西，當到知識同大家來分享哦。韓國啊，其實啊，像你客家料理啊，阿倫哥沒有特別了解，其實冇聽錯，會是到暗傳統，那真係有新的改變，新的想法。比如講，像客家小炒好了，阿倫哥，你會同大家來講客家小炒佢係用嘅一出菜。其實啊，客家炒肉啊，我哋講哦，大家鄉親朋友有食過客家炒肉嘛？我係6年級，哦，嗰時候的客家炒肉啊，可能有記憶中啦，有沒有魷魚？沒有，啊，叫做我們的芹菜炒肉、炒豆乾，哦，你3種天天，芹菜啦，啊，之前一家仲係條罐是潮汕嘅，啊，就拜那種山珍潮汕啊，啊，冇油魚啊，包括油魚用辦來嘅，油魚哦，因為通婚的關係，也許阿前妹。啊，佢係喉嚨音叫雪海散，啊，佢是拿嗰種嘅咩拿米粉咯，係拿腰米粉來，啊，佢腰係選用咩潮汕味道的，潮汕河是來炒肉啊、炒條罐啊，就變成一道比較有海味、鮮味的客家小炒。原來係咁嘅。我認為是咁樣啊，韓國嘅煮肉啊，一定要煸過，腰一定要浸過，啊，腰未強用逆紋剪，啊，它的形體才會漂亮啊，形體才會漂亮。其實每一道菜啊，搭出來啊，都有它的故事。第一本書沒窮用，它都有我記憶中的故事。春天又下，就我阿婆做不愛食的，也係我媽媽教我嘅，也係掠出來嘅，愛賣哪一位嘅，讓做得讓做出安香嘅美食啊！你看阿龍哥凊彩講就講到按到，還有韓卡到位小故事，愛同大家來分享，當使用哦，先來休息一下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嘅節目現場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啊，係阿權妹我嘅偶像阿郎哥，韓國愛來同大家小結，佢也擺出嚟新書哦，很多邱寶郎的台灣廚房有117出嚟台灣料理愛同大家分享，家下又同大家小結嘅動作好哦，稍後來阿權妹行我來問啊，咩同嘅客家有相關嘅，因為很多客家豬肚四神湯，韓國湯講阿郎哥佢當個寫口味，同我印象當中嘅口味有一些冇共用，係甜嘅有寫有甜嘅四神湯，講係細時節有食過。你冇食過嗎？我冇食過啊。鄉親朋友，說爸妹，你有食過嗎？一定有食過啊。我真係冇食過啦，甜嘅四神湯。客家人的就是四神湯，它就是甜的，最傳統它是甜的。你去想象，因為熊哦，那個四神很好喝，對不對？四神湯配那個豬腸啊小腸，該當我學。你要當做是平常的點心、早餐都可以。哦，有懂營養。哎，它概念哦，就是一樣的四神湯的煮法，會用水煮的豬腳放進去，然後放冰糖。哈？冰糖又養啊，我冇便宜啊，說爸妹。如果你相信，在社群網站底下留言給我，點頭，大家點頭如搗蒜，我不便宜啊。然後較早順前兩年，用班基本煮甜的哦，因為大部分都是務農啊，這麼走農忙，農時下豆，他比較喜歡是用甜去補足它的熱量不足的熱量。在國基本是油。就是吃比較油的東西啊，豬腳啊，也係配豬肉啊，古時候較早配豬肉比小豬肉較貴，真緊啊，兩下子還冇共用，兩下子改變，兩下慢慢習慣四神湯啊，是為改做蝦味做蝦味。你講該甜美四神湯好不好吃？媽媽她會督促着你一定要吃一塊哪時候要吃呢？就是變浪轉浪的時間啦，像補身體用對不對？原來係按呢。冬至的時間啦，所以叫你煮，他就煮一鍋甜的四神豬腳湯不能行，他督促你至少要吃1碗。那其他怎麼辦呢？媽媽還是在
厨房啊，慢慢的把它吃掉。妈妈好可怜。对，真的。声音都冇有响啊，小朋友不吃啦。古时候应该也下讲有想要怀念糯米丝、糯米头的人，怎会想讲来食一碗甜的四神汤？应该懂少的吼。係少啦嚇，少你講做太薄個冇意思咯，梗係未打爽啊。係啊，古時候也當過下來咩鹹的四神湯，只是有提一下這個甜四神湯嘅故事，錯冇？韓國啊，咩有講到哦，要煮四神湯的時候，給煮肚的油要去剪脫。因為個煮肚的油啊，較早是冇剪啦，煮肚打開來啊，個油啊冇剪啦，基本煮出來個雲湯啊含油，佢鋪一層很油啊。哦，你看是希望大家什麼少油多健康啊，是你能夠避免的啊，就透過書可以解釋說你怎麼樣去做啊，讓他去修飾一下。還有下工都得用可樂來洗煮肚。可樂啦、麥酒啊、米粉啊，正經做得。麵粉啊，咩米粉啊？麵粉咪做得拿來哇！因為佢油啦，佢油種用碳酸飲料的方式就做得到佢中和，是不是？把它油膩，把它洗掉。然後佢洗剔。哦，韓國人，你看阿權妹捱嘅書啊，有沒有黏黏的這個記號？全部都是我做的標籤，有沒有？就看俺有給認證。有認證。而且我真的有回家照着阿郎哥的發去做，比如講俺就有去煮嘅這個燙青菜。清簡單呢，就是燙青菜。唔過懂人講，做乜間老杯點的紅色的燙青菜，一種看起來色又下醬，味道又下好。阿權妹俺沒有這個問題啊，肚好，蛋哥就立刻幫我解惑了，為什麼店裡的燙青菜比較好吃？阿郎哥下講，愛加油，愛加鹽，愛加糖，跟俺全部卡吃過後。好神奇哦，阿郎哥，做乜嘅會按你呀？係乜嘅原理啊？其實哦，兩般會加油、加鹽、加糖。哦，燙青菜一定要水滾開來，你就會用三種東西：油、鹽、糖。你樣做得撈嗆菜放落去，叫川燙。油可以讓它油亮，那糖可以讓它去保色。糖呢，就是那種做焦糖啊。它是不是比較慢去冷卻？它會附着在你的食物的外表。這個鹽是透過汆燙的同時，叫做入味啊，入味。所以說這三種呢，你把握住，你要汆燙綠花椰菜、青江菜、綠色蔬菜，你要給燙過，你也不用下叫啦，過冰水咪就得。泡冰水，我覺得也不錯。哇！你像你下4點鐘咯，等下我去。賣便當咯，賣菜，因為看該甜火按找那個菜啊，凍醬，跟你講，該存錢咯，按到飯店用該油泡過，真緊啊，用油泡過啊，佢比較能夠保色，然後比較保持比較久，佢做喺表下油啊，唔會按甜火按找你啦，熟鐵。原來係按呢，按好用誒，有個小秘訣，怎麼可以錯過呢？古時候啊，也熟地都還有當到，比如講前幾年的阿權妹捱皮油來牙不卡，阿郎哥這本書又派上用場啦，因為底部有搞泰嘎這個泰嘎假是要聚餐的話。幾人做有多少要做幾道菜，哪幾道菜全部就同泰家來分享。根本就2-3年，聽聽阿郎哥咪同泰風，我帶出來同我分享了。呀，係嘛介呀一次。腐乳雞，阿權妹愛就不客氣啊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就靠阿權妹愛食就好了呀。愛筷有冇準備係嗎？我有啊，我自己有筷子，自備筷子有冇？這個腐乳雞啊，因為佢係破的。係渣婆的東西。好，你問到凍火的問題啊，重點是不是？對，以正常來講，我們都是用油炸，是最好吃的。有去到夜市啊，對，夜市這幾年呢，賣那個豆腐乳雞也是，哇，我也蠻喜歡去吃那個，好好吃，凍火式的。豆腐雞啊是自家做的，因為南投地北啊，我們的鄉親朋友凍豆做豆腐雞啊，台中裡面。凍豆已經做了豆腐雞，那就用那個豆腐乳啊來醃這個雞肉，我每用凍豆油去泡。兩本書教大家是淺油半煎炸，提前你倒退些咪唔會浪費。再過來你留連吼，你就喺炒菜，
也係做海出嚟破洞時，春天做得啦。真嘅。你莫用強度、強那面油，你係講越薄嘅油啊，該可能1500cc 來為了炸這一盤，該油都太動浪費啊，也製造什麼呢？環境污染啊。故說這本書是教大家淺油，你用一滴的油脂咧半煎炸，你是分下豆扁呐，可能要分2次、3次啊，慢慢的煎，慢慢的剖，它的效果也是一樣的。姑嫂啊，我剛剛生啊，真嘅那個米絲好入味哦，生落去用的時候，像阿良哥，今日就現場授課一下啦。你講哦，你雞胸肉，準備雞胸肉，沒講過，用蓋皮哦，是啦，好的，沒，用雞胸肉是。雞胸肉唔會澀嘿。唔係，你是梗係是當好食啦。唔會。當好食，我冇便宜。你準備辣椒啊。辣椒。韓國蔥啊。蔥誒。你要首先哦，用乜嘢呢？撈啲醃製。哦，用豆腐乳啊，用兩地哦，來咔咔啊。因為這樣的雞胸肉啊，就切成大塊啊，就係佢咩？該切個一碟一碟啊，2-3公分，差不多2-3公分左右啦，不用很刻意的去切，用到嘛個姜媽啦，韓國蒜頭啦，把它切成碎碎的，然後用豆腐乳把它抓一抓，不用一啲啲的變通也通，咔咔的是做得的。哦，再過來。加一啲的米酒啦，一啲的水啦，韓國香油啊，那個強用咔咔嘅，啊，把它靜置一下，啊，把它靜置一下，做得咧。再過啊，半煎炸破嘅時間啦，像炸雞排一樣意思，用嘅地瓜粉、飯修粉啊，飯修粉，來穩啲的表面沾一點地瓜粉下去炸，它會增加它的脆口度。咁簡單吧？真嘅，按你講落去，真嘅唔會做菜嘅，應該都咁簡單做得來上手。故說阿良哥啊，係另外一項係甜點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繼續來看阿權威生。3分鐘要按叫喏，我掉定有西米露掉到，嘅荷蘭水就會流下來耶。荷蘭水啊！對，我的荷蘭水然後流出來了。姑嫂啊，也今日阿良哥咩有啲書檔可愛同大家來紹介這個烏尾芋頭的西米露。西米露啊，台灣料理啊，水尾出咪會出，也用嘅西米露啊來當做是甜點。然後慢做呢，凍簡單。我台灣啊，台灣農特產凍河。尤其台中種多嘛，魚啊，公館沒有你沒有，沒有你沒凍多，嘿，沒有你沒凍多。該用慢煮呢，凍簡單啦，該魚一條啊，然後大概是對5倍的水，5倍的水來切一克啦，來煮。太肉啊，沒浪天，你下日天來講魚含冇煮，你冇脆哦，直接撈水煮太肉係15分鐘左右，叫面就得。再過來是來表個果汁機啊，來打成泥狀，它就會有這種滑嫩的口感。對，而且它很像有勾芡的感覺耶。一般切50，然後完全有勾芡，就是你走在表的飯修也係5基本性澱粉質就夠了，它就會變成是勾勾的。然後再過來，它的表薄馬去煮，加下是表西谷米，西谷米，直接表落去就好誒，冇死哦，強薄就做得咧。再個煮一球，再個煮差唔多8分鐘左右。8分鐘。然後中間哦，加湯撈一種叫做椰漿。好，味道好好，米西東對，就是椰漿啊，這椰漿做怪的，這是椰漿啊，椰漿跟那個我們的芋頭啊是最搭的，絕配。好，你睇水尾啊，再個表這個枸杞啊，加有路人甲問，為什麼要放枸杞？就是好看嘛。就是名目嘛。好看又好食又營養啦。對，就是營養嘛。有的人冇按好食就唔會用啦，對不對？基本上，我是建議就放一點枸杞比較好比較好看。按凍簡單吧。凍簡單。成因呢，也係什麼因啊？凍好食。係啊，唔過有一個問題，這個西米露係唔係冇辦法不用太久？
煮的时间就会肯定。天是会变布丁了嘛？你每是一道煮一道啦。你做得那个卤的基底煮好了，天然后找个滚的时间再煮那个西谷米，把它煮软，把它放进去，就像珍珠粉圆孔融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你时间这样煮，按你就错诶。因为状态呀，你表面就是状态像布丁一样，对，也不难吃啊，你不要把它丢掉。不会，我一定马上就吃完了。吃2碗3碗都没有问题啊。唔错，韩国要讲到亚本书嘛，我看睇还有清香的红诶，就是有一个是鱼香酱。鱼香酱是一直是我东很好奇，东想要点用的作为啊一种酱料。鱼香酱啊，基本上按做在炒肉啊，也是按煎。它没有鱼耶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它就基本上绞肉啦、葱花啦、蒜儿啦，韩国辣椒啊，甚至来剁油。再过来按呢配料是用辣豆瓣啊、调油啊，还有用滴的汤。用下去，再过来呢，是会用到米酒、白胡椒粉，韩国呢片粒粉水啊，两种简单吧。是用猪脚肉啊、蒜头、辣椒春卷炒，偏香的时节啦。是用到调油啦、汤啦、香油，再勾一点薄芡，搭配什么呢？很多东西啊，我们的茄子也可以。鱼香茄子，Q 没做的，剑南鱼香烘蛋，没做的，瞬间做的啦，你爱怎么加就怎么加，或者是来拌面也不错，搅面，跟动物水，哎呀，他几多点没4点半嘅都是要的啦，都是要的，动物水吧，其实做料理简单而轻松，要容易取得啦。2本书就是它的精髓，教大家是这样。你有上是都是要的，真嘅冇办法等太久，想要夹煮好夹生嘞。又痒。对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买啊，怎么样去前处理啊，这个要怎么样去运用啊？2本书是你有改善。无所啊，看他说的先累积一点这个对料理的知识，对不对？煮的时间，东叫就做的，你听到不？芦笋这经过这个，比如说便利商店啊，或者是经过超市，看到某个东西就我现在有了这个食材，我就可以想到说，我有看过阿郎哥的书，我等下做的真不卡煮嘛该菜，慢变法，对不对？一个就不卡做料理啊，QMSD 有时候是一种很疗愈，没错，很疗愈，尤其是做给你想要的人，或者是你的家人吃，尤其把它吃完了。好有成就感，很有成就感。你去洗碗也无所谓啊。没错。当然啦，两体育呢，多体上面一家来洗。今后还可以由配音来洗啦。配音洗最好啦。歌手啊，今日难得有抢到阿郎哥来到你节目当中哦，佢也是型男大主厨，他家听说看天师没动接做嚟看到阿郎哥替天师蛋糕啦，今日因为赶快趁这个机会来问阿郎哥问题啊，因为上礼拜啊有啲我们的社群脸书粉丝专业有人问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有乜嘅问题就做嚟呢蛋糕留言来问阿郎哥，也下就来同大家一一回复哦。好，先来问第一题係講啊，佢啲嘅炒嘅薑絲炒太長嘅時間，嘅太長啊，我當軟，按樣嘅當做在本呀太長唔會按軟，韓國做得又脆脆又愛煮熟。基本上啊，跟薑媽絲炒太長啊，因不看摸快速爐，對摸杯啊，都是到脆口的。我們的張氏大腸一定要咀嚼19次，好精準哦，19次吞下去。好。刚才告塔嘎哈，就是大肠把它洗好之後呢，你可以用蔥、薑這2種水蓋過，煮一條，煮淡到是20到30分鐘。做安久哦，個凍軟咯，煮淡到20分鐘啦，再20分鐘。煮好的時間，第一在煮的過程呢，你可以加一點米酒，可以去除它的什麼呢？它的腥味。出手的米頭。再過來你煮20分鐘，你就可以拿來用水龍頭把它洗滌乾淨。來洗腸來用菜刀切一切，韓國人用剪刀來剪寸剪做的。沒做的。有賣的炒呢用薑媽啦，韓國莫不用蒜，因為醋精啊，不要放醋精，用吃就好。對，用白醋啊、米醋就可以了，我覺得就很健康了哈。稍後落去另外一題哦，佢有佢講啲嘅剪魚嘅時節啦，嘅魚嘅皮魚皮黏膜嘅，哎呦，洗又凍難洗，鏟又鏟唔起來，魚嘅剪好又凍濟。換新的鍋子嘍。
我洗那包给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没啦，跟你讲哦，洗枪啊，用餐巾纸、厨房纸巾把它压干，来浸灶嘞，然后再拍一点薄薄的面粉，薄就可以了，泡着的。哦，不粘锅，冷锅，冷锅放进去，不锈钢锅就是热锅。冷油放落去，莫停痛，差不多15秒，让停痛就做得嘞。热锅冷油，那这个温度是不是也要稍微掌握一下？这我们得太狗到了那个发烟点就不好了。做唔得啦，该王猫先来烧辣落呀，烧辣落，饮水又辣的时间，你是在冰酒，油冰海饮水的水流下去。好，3号人有的问题吼，佢讲，请问阿郎哥哥吼，这个乌壳竹笋诶，其实冇听过，会吗？烏殼筍，佢講佢切絲炒來食，佢食起來口感會澀澀，也係正常嘅嘿。烏殼筍哈，其實撈馬竹筍那差不多啦哈，那嘿不是當季的啊，那是建議這種，你把它怎麼樣呢？稍微過水汆燙一下，來殺狗啊，因為出青就是它有綠色的頭，就會腐，所以它會腐啊。然後你把它用滾水汆燙過後，因為用啲嘅豬油也係用豬肉來炒，有油啊，其實唔會澀澀啊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韓國沙下來還有一個問題哦，就係想要來問阿郎哥，要羅皮排骨湯，羅皮嘅排骨湯，嘅煮嘅順序按用嘅來煮。其實啊，排骨湯哦，只排骨啦，買來一天來烚過。哦，咁啊，該聽錯烚過。因為啊，第一它比較髒，然後比較油，烚過。然後烚過是不用另外一鍋乾淨的水把它放進去，不用排骨烚過排骨，韓國蘿蔔呢，就是白蘿蔔啊，白蘿蔔不用落去，韓國切幾片薑片，一起煮。大概多久呢？25分鐘到30分，安住咗咧。哦，安尼就做得咧，佢說姜木煮就做得。姜木，唔是人去煮哦，嘿，唔好麻煩哦，冇分開嚟煮啊，最尾表埋嘅，因為芹菜啦，也係香菜嘅一啲咯。阿姜妹係清香嘅芹菜。好，清平一張問題，就係講吼煮3層肉鹹菜3層肉同嘅時間啦，就會吃到唔拉乾。啲鹹嘅味先冇出來，叫用加散哦。佢說啊，咁客家人嘅鹹菜啊，一定係鹹，一定係酸啊，係真嘅冇出來吼，梗係鹹白冇嚟嘅賣啦，鹹白冇嚟賣，係真嘅冇辦法啦，你是係用到，按自家做嘅蒜絲啊，冇不用醋精就好了。蒜絲安呢？你也不要放檸檬汁，不要故意就是要放檸檬汁。冇對你是冇強樣啦。姑嫂啊，這個食材的挑選咩係當重要嘅哦。當重要。哦，姑嫂今日阿郎哥來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，我喺哪篇章買嘅都喏。全省跟住係書店順序用買，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超級無敵實用的工具書哦。希望你感謝你。姑嫂，希望阿郎哥今日來到節目現場，謝謝阿郎哥。假使講想要看到阿郎哥嘅節目《天師當紅》新男主廚，大家點好我記得收看哦。謝謝阿郎哥。什麼？沒什麼，各位觀眾朋友會收看休息，下天天運動欣賞來做運動。